来了。叶家这几天还没回家呀？他是因为工作太忙，你应该理解他。你怎么会替他说话啊？男人嘛，你不是说他跟我不一样？我想他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巴不得骗你呢。峰峰，我想说的是，叶家那个混蛋，如果真不理你了，你就跟他分手，重新回到我的身边。你才混蛋呢！谁跟你在一起过啊？你看，真话你相信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相信吗？谢谢你啊，李欢。光口头感谢怎么行？需要有行动。来，亲我一口。呸！给个鲜花你就怒放啊？哎，我找你来可是说正经事儿的。饭店的事是吗？你不是说不用我掺和，你自己来做吗？你别小看我，装修我都已经搞定了。那我就等着蹭吃蹭喝了。吃货！我要跟你说的是，让你帮我写菜谱。哎呀天哪，那我得写多少本啊？你这累死人不偿命是不是？你是皇上啊，写字那么好，别墨迹，就你写。哎呀，罪过罪过，人太有才了，也是一种罪过。唉，王博，王博，小峰，你回来了。叶佳，你回来了。小峰，对不起，这几天……叶佳，你不回家，也不接电话，我真的好担心你。我以为你不想理我了，不想回来了呢。对不起，小峰，对不起。叶佳，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大家里面请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走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有点久没吃的了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走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欢迎光临。李先生，请。可以呀，把这几个小魔头训练成童子军了啊，真有想法。恭喜冯小姐。谢谢老板。你们几个都去干活吧，都热情着点儿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快去吧。进去招呼客人。哎，你一个人能镇住他们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他们一个个可都是魔头，都不是什么善良之辈。我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啊，你这个皇帝我都调教得出来，他们几个算什么呀？你能拿他们跟我比吗？我不会害你，你敢保他们不会害你啊？不行，我要回来，我要回来替你管教管教他们。少墨迹，今天我开业大吉，别让我扫兴。走吧。哟，你这装修有点意思啊！这算什么呀？这边请。
不要。老板请。不错嘛，真是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小二，上茶。你抖什么啊？洒了洒了洒了。哦。姚公姐，你慢用。你说什么？你那么凶干嘛？我跟你说，他现在可是我的店员。去招呼其他客人吧。喂，他刚才叫我什么来着？遥控器。谁让你总用奇门遁甲盘来消遣他们的？这小混蛋，一肚子坏水，跟你似的。跟谁似的？我跟你说啊，他们几个还真是有不少优点呢。一进门的时候，看没看到“君临天下”那几个字？那可并非一般人手笔啊！那可是皇帝的真迹。难道是萧兆业？他擅长说法，当朝的时候就一字千金呢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萧兆业呀，聪明伶俐，我让他做迎宾了。像刘子业、慕容熙，他们两个什么都不会，就只能端茶倒水了。高伟、刘玉、萧宝卷，他们啊负责表演。皇帝各尽其才，厉害呀你！哎，还行吧。嚯，值日表都有啊？怎么没你名字？那你干嘛呀？我可是老板啊，我怎么可能值日呢？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还少一个，福生呢？福生现在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御厨。福生虽然凶残，但是个美食家。你能让他们各尽其才，朕佩服之至啊。还行吧。哟，美女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两位御座。哦，有什么特色菜吗？特色菜有啊，里边请。来，嫂，哎，过去看看。就是这个茶。哦，来，是吗？我给你们说说啊。狗改不了吃屎，皇帝没一个好东西。刘子业的事情，干嘛说皇帝啊？合着我躺着也中枪是吧？对不起啊，我把你给忘了。哎，小二，哎，小二，小二，小二，哎，等等，给我来壶茶，真的，快点啊！这个茶呀，不错。我真是看不下去了，刘子业，你干嘛呢？那边有那么多客人呢。哦，真的够了。哎，喝茶，哎，你快点啊！好。小二，喝茶。哎，小二，来了。李先生，慢用。哦，这教的不错。哎，慢喝。慢点儿。姐姐，你对我不公平。别的皇帝都有活干，我也是皇帝，凭什么我就端茶倒水？我不干。好，那你说一说，你除了淫荡以外，你还会什么？端茶倒水怎么了？不是都已经说过了吗？只要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，都是好样的。我属皇帝啊！混蛋！好吃吗？正点，这地道的宫廷菜，没想到福生做的菜这么好吃。哼，我去后厨看看他。
欺负姐姐？你干什么呀？打死他！峰峰，你还真养成打手了，啊？你真像个女流氓啊你！我绝对不会让我儿子娶个女流氓的！你给我滚，滚出我儿子家！我是叶家的女朋友，叶家不让我走，谁都赶不走我。你，小峰，你过来一下。你坐，我和你说点事。小峰，我听我妈妈说，你对她很不敬。她跟你说什么了？她说你对她出言不逊，还唆使人打了佳妮。你不说话，就说明这是真的了。你母亲说是，就是呗。还有，你开饭店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如果今天不是我妈妈去看了，我到现在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就是想独立，不想让你的家人看不起。独立？独立你就非要用李欢的钱吗？我不认识其他有钱的朋友，只有李欢。小峰，我是你的亲人，你用钱可以找我呀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干什么非要去找李欢呢？我也希望你的就是我的，可是你能确定吗？小峰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说你和我妈都是我的亲人，我想让你们和和气气的相处，可是你们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小峰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去跟我妈妈道个歉，毕竟她是个老人，好不好？你有一个好母亲，处处都为你着想，她就怕你被别的女人给骗了，你应该好好孝顺她。小峰，你能这么想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这样，改天我把我妈妈请到家里来，你做几个菜，就当给她赔个不是，哄哄她，好不好？我去打扫卫生了。找我来什么事？刘欢，你给小峰开店的钱我会还给你的，但这件事之后，我不希望你再找他了。他是你的财产吗？你凭什么限制他的自由？我怎么做那是我的事情。小峰是我的未婚妻，请你不要去纠缠他。你就对你的未婚妻这个样子，让一个弱女子四处奔波去开饭店，为什么你想过吗？如果你真心疼她，你会让她拼命的去赚钱吗？我们的事情不用你操心，我只是希望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确切的说，是你打扰了我们的生活。我的冯昭仪，我一定会抢回来的。你做梦！姐姐，外面打起来了，有个老头嚷嚷着要进来，怎么拦都拦不住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
姑娘，你躲开！我要打死这个畜生！大爷，我们这里是饭店，拿个棒子干嘛呀？就是他，这个贼流氓，老子今天非打死他不可！大爷！救命了！这王八蛋！大爷！大爷！大爷！老子今天打死你，臭流氓！大爷！府长，大爷，快救我！这个坏种！府长，臭流氓！救我！大爷！我打死你个小畜生！大爷，我打死你！大爷，大爷！大爷，有话好好说，您别动手啊！这畜生害死了我女儿，我要他的命啊！今天，大爷，冷静点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这畜生勾引我女儿，让她怀了孕，结果他又不敢负责任，把我女儿拖在地上，拖过了一个巷口啊！他想弄掉胎儿，结果女儿大出血，住进了医院，现在生死不明啊！先别激动，大爷。女儿，你无耻了1000年，你还不知道悔改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冷静点。你不知道羞耻吗？你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恶棍、流氓、人渣！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大爷，别激动。您带我去看一下吧。大爷，您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子。我女儿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呢？这个畜生！大爷，我这里有8000块钱，您先收着，先带您女儿去看病，所有的医药费都由我来出。呸！你不要假惺惺了，你还是管好你个流氓小杂种，不要让他再出来害人。大爷，我再去取一点钱吧。你告诉我是哪一家医院，我去看一看。你们这些黑心肝，谁要你看我女儿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女儿有事儿的话，还会来找你们。你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刘子夜，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，关于李欢的。福生和慕容熙跑了。什么？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是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约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。用痴心等待，何必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